的服侍，也是讲道、唱圣诗等等，拢互咱有好的修行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也为着所有同工，求主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咱也为着还伫路中的兄弟来祈祷，互因无脱界来到圣殿来敬拜主。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阮来敬拜你，也伫礼拜内底空空入来就饱饱顿去。主因为安尼献上感恩。主，你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真正搁一摆来调记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王。就阮的性命要得到大大的更新甲扩展。主，为着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虽然奉献的是姊妹祭，但是有你诚做阮的同工，就阮要做伙，诚做一个合一无破口的团队，来成就你心所欢喜的服侍。主，阮也为着还伫路中的兄弟甲新朋友来祈祷。主啊，虽然天气在变换，主你互因无脱界来到圣殿敬拜你。今仔日也有真侪细汉囡仔伫阮的中间来做伙服侍，就你互因的服侍来诚做荣耀的见证。主，搁一摆将整个礼拜放踮你的手中，愿你保守，愿你带领。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者所祈祷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咱安静心，也将咱的手机安静，来准备心敬拜上帝。
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咱三个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第一首，无行歹人道路。圣诗第一首，无行歹人道路。咱三个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同心来祈祷。阮的天父，阮学了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全能的上帝，是阮生命的主宰。感谢你赏赐阮智慧甲财物，互阮会当伫你面前学习、服侍、教育，并且宣扬你的真理。你的话安尼讲，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假释。主啊，求你互阮常常敬畏你，对你遐领受智慧甲知识，不断成长，并且将这智慧以及基督的道理，用逐款的方式互相教示、传播予其他的人。主，阮会感谢你赐予阮机会甲资源，会当伫教会的教育事工中奉献家己。阮承认有时阮伫教导中会失去耐心，欠缺疼心，准备无够周全，或者冲了伤紧，
走伫你的头前，求你赦免阮的过失，因带阮用你的智慧甲听来教育甲服侍别人，互阮会当伫教会的教育事工中带来最的成果，互更较侪人会当认捌你、听你、跟缀你的脚步来行。听阮的上帝，阮的祈祷无够额，但阮要用你所教示你的学生的祈祷文来祈祷讲。咱三甲来交读启应文第一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一页。无行歹人的计无做污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焦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咱即晚要请本会儿童合唱团来用诗歌引带咱的敬拜。因所吟的诗，第一首是祈祷，第二首我要学乐。
感谢儿童合唱团用真纯真美妙的歌声来引带咱敬拜咱所听的上帝。今仔日的信息是刘牧师要带来，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核心训练。核心训练即嘛是读圣经吼。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集有2位，第一位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第1章第7节，第二位记载伫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16到17节。咱先做伙来看箴言第1章第7节。箴言第1章第7节。记载伫台语和日本第1210页。第1210页。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我阁读一摆。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接线，咱做伙来看新约哥罗西书第3章16到17节。哥罗西书第3章16到17节，记载伫台语和日本第439页。439页。16节安尼讲：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踮伫恁内面，着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彼此劝诫，唱诗篇、圣诗、吟歌，对心底感谢阿罗上帝。17节，恁无论做啥物，讲话也是做代志，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通过伊来感谢爸上帝。以上愿上帝赐福，记若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嘛，这是真正的讲道的时间刘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核心训练。核心训练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平安。咱伫讲道头前，搁出来用祈祷，将家己交托伫主的手中，愿意亲自对咱讲话，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智慧的源头就是你，认捌你就真正聪明。所以，阮伫遮去一摆要讲，阮有欢喜听的耳孔，也有愿意受教的心。愿你亲自对阮讲话，就阮的性命要得到改变，得到更新。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今仔日是教育主日吼，题目淡薄歹读，叫做核心训练吼。嘿，台语有点难念，呵。嘿，好。每年的10月第3主日，也就是今仔日吼，是总会所定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伫遮要呼吁所有兄弟、所有同工，咱拢做伙来关心，做伙注意伫教会的教育事工。今仔日也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对今年开始，牧师担任七彩中会的教育部长。即几年，七彩中会的教育部有真侪改变，阮开始用中会做平台。来连接真侪的教会，希望伫一个训练内底、装备内底，会搁较贴近教会实际的需要。因为教会是伫宣教无有的第一线，中会爱真做帮站，所以咱会发现几项无共款的代志伫发生。第一就是要用圣经的教示来真做基础。
来训练、来装备同工。因为主要所讲，恁着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要所亲自呼召的使徒保罗也安尼讲，讲恁着爱安尼来教示人，讲咱所有人传基督，用逐种的智慧来劝戒、来教示。要互每一个人拢受引带到上帝的面前，互因成做成熟的基督徒。教育是要互基督徒成熟、生命成长、改变、更新、甲扩展。第二，伫即几年的中间，教育部愈来愈将训练的对象来扩大。因为所有同工拢有可能成做中级的筹备，也每一代教会的成长，咱需要筹备搁较侪同工，所以整个的训练活动拢开放，毋是干那中级，嘛毋是干那同工，包括教会的筹备同工，拢欢迎做伙来受装备、受训练。包括儿童主日学嘛是安尼，师资培训伊着开放互家长，开放互遐实际的照顾囡仔，教会的同工，也互即个儿童主日学的培训渐渐转型变做亲师的培训吼，包括就是家长，也包括老师的培训，来扩展受装备的族群。第三，牧师要搁一摆呼吁大家来做伙参与，因为教育通下讲是百年树人的一个工作，伊无遐紧看到成果，但是伊需要真侪的努力，需要一代搁一代的同工，搁一代搁一代的老师甲辅导，真正是委身伫教育事工内底，所以呼吁大家做伙来受训练。也做伙来受操练，互咱会当成做受装备，佮愿意服侍的基督徒，也伫奉献甲关心大道内底来关心教会、中会以及总会的教育事工，才着安尼去做永活上帝的教会。咱讲到遮济，咱就搁一摆来想一下，到底基督教教育是虾米款的意思？其实，伫教会开始起造的第1世纪，教会就真正注重教育。主耶稣常常互人讲，伊是一个智慧的老师。这毋是干那伫咱讲基督徒的团体内底安尼讲，伊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一个形象。耶稣是智慧的老师，耶稣所亲自来呼召、来起造教示的使徒保罗，伊嘛是一个足特别的，伊的装备真正完整。伊毋是干那伫基督教会，伊伫犹太人的团体嘛是受尊重的老师，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有装备、有学问的人。也因为安尼，伊会当行出去的范围就超过一般犹太人的范围。伊从教会开始起造伫欧亚非3个大陆，伫地中海沿岸来宣教。也因为安尼，伊会当汇通，无论是犹太，无论是希腊，无论是罗马的文明文化。才会当起造2000年基督教文明的地基，所以这个人是上帝，是耶稣基督特别呼召，要来起造基督教教会重要。所以咱通讲，基督教教会对起初就真正重视教育，因为耶稣常常伫无共款的所在，伫教示正人，互正人得到成长。第二，咱会发现。其实基督教教育的范围真正宽，毋是咱想象啊，着儿童主日学上济到下几学校尔。其实对即个宗教改革进程、信徒的读经运动，到宗教改革
以后甲即马，咱讲教理成人的教理的教育，拢伫基督教的范围内底，基督教教育的范围，甚至到近代内底，咱发现基督教教育进入了即个制式的教育系统，就是变做学院。咱常常听到一个字叫做 Christian College， 就是为遮来进入教育系统，甚至到20世纪的下半，咱就发现。开始感觉，服侍需要训练，毋是干那观念爱改变，服侍基卡遐才能拢需要受到训练，所以服侍训练嘛进入了基督教教育的系统。过来，伫咱长老教会内底要做中级，咱来知影咱的体制。来知影咱的法规，互咱会当更较好来治理教会。所以长老教会教制甲法规，也是中级需要了解、需要受装备的。第三，咱会发现，双连教会装备的目标，毋是人人受装备，是透过人人受装备，达到人人服侍。因为咱受装备的目的，毋是停留伫知识的中进尔，咱受装备的目的是互咱会当勤勉服侍，互咱对信徒诚做门徒，对耶稣的样式来服侍众人。因为主讲，人子来毋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众人，佮放散性命。诚做众人的拯救，所以咱诚做耶稣的门徒，就爱对伊来勤勉服侍。透过咱今年的目标，就是一个人至少有一个服侍，一人一服侍。最后，咱要希望会当突破教会迄个真歹突破的80-20的天花板，就是20%来服侍80%的人，来突破这个天花板，互咱会当诚做人人服侍的教会。这就是双连教会装备的目标，毋是干啊人人受装备，搁较重要的是人人拢来服侍。伫遮，咱要看见，伫基督教教育内底遮尔重要，咱就要用圣经来成做基督教教育，也是讲教会教育事工的基础。搁一摆强调圣经，是因为咱若转来去看到咱的查经班的人数，咱若来转来看到咱每日亮光的这观看人数，咱会讲感觉真可笑，因为咱的人数。观看人数，干那咱的人数，教会人数的15%上济到20%，咱的查经班人数嘛是共款，足少会当有好的突破。但是咱摸袂记，无论时代行到什么程度，圣经永远拢是咱基督教教育、教会教育事工的基础。所以，咱会发现，伫教会，就算是双连教会，遮尔啊有资源的教会内底，咱还佫伫小看咱的圣经。咱常常有两种小看圣经的过程，一个就是勤勉的小看，一个就是笨蛋的小看。安尼讲较直，但是咱来看什么是勤勉的小看。就是咱常常会讲，哎呀，圣经我看300遍啊啦，毋好佫叫我去上课啊。哎呀，牧师你查经班讲了伤浅，我毋是初信的呢，这叫做勤勉。哪亲像圣经，咱已经熟甲免人教，也熟甲免搁看。另外一种的是，圣经足困难的，我拢看无，所以我无爱看。所以我会当看到家谱就甲跳过，看到婚地就甲跳过，看到起圣殿嘛甲跳过。看到一堆人名、算人数，嘛甲跳过，最后为创世纪甲启示录拢总跳过，毋是安尼吗？愈来愈无爱看圣经，最后变做小看圣经伫咱的信仰内底。但是圣经真正遮困难，遮无意思，所以咱来跳过、跳过、再跳过吗？脑筋急转弯一下，咱来看几个幕。第一幕就知。第一个问题问大家，请问圣经上长的家谱甲族谱，
伫倒一卷的圣经内底有啥物特色？咱才读过即卷的圣经哦，还会记哩无？伫耶利米书进前，咱读啥物？请大家转去想一下，上长的族谱，上长的家谱，加一题，请问耶稣家谱内底有几个女性？因有啥物特别的人生的经历？对因人生的经历，咱会当得到啥物款的教示甲真理的学习？真趣味，这伫马太，甲大家提醒一下。马太讲到几项个无共款的女性，足趣味、足特别的，因的族群、因的经历，值得咱学习。再加一提，咱讲到婚地吼，咱讲迄些人伫山，些人伫平原，咱拢感觉哦，迄足无意思。但是足趣味，咱讲到利未人，即个专职服侍上帝的族群，请问因所本着的土地有啥物特色？为虾米？就是因分着一寡土地，因未分另外一块土地，这个土地有啥物特色？然后为虾米分这个土地？咱发现族谱真有意思，隐藏的意义伫内底。分地真有意思，隐藏的意义内底。其实圣经的记载，从来毋是无意义的。圣经的记载从来都有意思，只是咱可能读了也无透，所以咱也未发现这个意思尔尔。所以无论咱读几摆圣经，咱拢会当搁一摆对圣经的话语去发现以前我哪会无看到这啊？所以牧师即马在写每日亮光的逐字稿。所以牧师即马在录每日亮光，我拢甲家己讲，我拢甲上帝祈祷讲，主啊，你互我即摆看，甲顶摆无共款。虽然安尼真挑战、真困难，但是就是爱安尼做。所以以身作则，互咱每一摆读圣经拢看见无共款的亮光，亲像每日亮光，就咱每日新眼光的读经，甲大家各互相鼓励。第二，咱莫袂记哩。圣经是所有神学的基础。咱虽然会感觉老生常谈，但是哪基础的，哪重要，哪袂当欠缺。举一个例就好，咱看见头拄仔讲到两位吼，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保罗。咱有发现无？耶稣的话真短，看起来拢无啥物歹读的字，但是伊所教示的，更较接近基本的原则，创造的次序，甲上帝的心意也无有发现无？保罗搁进一步，伊是对于牧养甲宣教的团体无共款的问题甲需要，来做实况化的教示，甲实况化问题的处理。所以耶稣迄个教示，咱会发现伊超越历史，超越时间的限制，会当互咱更较了解生命的本质、上帝的心意。咱莫袂记哩，生命的智慧，伊的次数超过神学的知识。生命的智慧，伊的次数超过神学的知识。佮讲一个咱即马上流行的例啦，吼，叫做核心训练、核心训练，也是今仔日的讲题。咱若年过50，就开始拄着老化的问题，像我嘛年过50吼，人生下半场。以前咱拢敢若知影叫做即个骨质疏松尔吼，咱就无伊法度，若骨质疏松就疏松啊，伊是不可逆的吼，歹处理。所以咱就甲算了，较细腻就好。但是今年吼，这个医疗的研究发现雪上加霜，因为毋是干那骨质疏松，咱个会拄着肌少症，骨头无盖好，肉嘛无盖好，安尼拢毋好。但是感谢上帝，肌少症
是多少可逆的，就是咱来当透过训练，咱搁一摆甲咱的这个肌肉训练转来，咱就较袂有肌少症的问题。所以肌少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咱拢会讲啊，咱来做核心肌群的训练，核心训练有无？咱会讲爱深蹲，爱棒式。所以咱拢讲啊，我深蹲一摆拢30个，我棒式拢2分钟。但是咱有想过无？其实咱古早嘛安尼做，迄叫做蹲马步，甲伏地挺身。但是咱若讲到蹲马步甲伏地挺身，就无爱。感觉迄是少年时阵做兵时阵惨痛的回忆。但是若讲到棒式甲深蹲，就感觉有对着潮流就对啦。但是其实所有遮基础的训练拢共款，因拢是上基本的，因拢是上重要，因是袂当欠缺。咱嘛爱互咱的圣经诚做基督教教育、教会教育事工的基本，识圣经是无法度欠缺。顶面咱才来思考无共款的神学。所以咱爱每日有新眼光，咱每日新爱有新的领受，也互咱所领受的，亲像主要所教示的，怎样领受就照安尼去行，互咱诚做一个头脑嘛真聪明，咱的道德的实践嘛真好势的基督徒。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一个圣经，第一位的圣经的箴言，就是这个意思。伊讲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戆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遮讲的愚戆，毋是头脑无好势。遮讲的愚戆，照犹太人的理解，是一个伫道德内底无感觉，是一个伫道德内底实践无能力的人，就是无良知、无道德感。佫无法度将伊所了解的来甲行出来，即款人，这才是真正的愚戆。因为伊的性命就即款无能为力内底无法度成长，所以咱来开始进入归教来进入一个专人、专生涯、专方面的基督教教育，互咱的基督教教育，互咱教会的教会事工。毋是干那伫儿童主日学尔，也伫咱生命对少年甲老，咱无论伫倒一款的生涯内底，是咧工作，也是伫退休，无论是伫知识的长进，也是伫服侍训练，拢得到装备，互咱的灵性会当长命，互咱的心智会当顺服上帝。互咱的骹手会当勤勉做工，尤其咱最近会发现讲，人这个间隔的专人身心灵身体、心灵，甚至是灵性是互相关联的，毋是分开的。所以咱若身体无好，可能咱的心灵嘛会软弱；咱的灵性若伫这无好势的时阵，咱的身体嘛会感觉真软弱。所以咱的装备毋是干那认知，甚至嘛毋是干那服侍，咱的情绪、咱的情感嘛爱得到装备。所以伫今年有2摆的这个训练内底5月18这个方面，就是咱甲中会做伙，啥物教甲中会做伙来做团队服侍甲性格管理的服侍。因为咱有发现无？伫团队服侍内底，上大的困苦是性格管理，因为无共款的人要做伙，互相尊重，彼此同间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咱爱透过情感、性格的管理，来成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就亲像今仔日所读的第2处的圣经，你看在讲到上帝知识，伊连诗篇。连诗歌、连娱乐拢藏落来，因为迄是情感的提升甲成长，毋是干那知识尔，包括咱的情感，拢爱伫
装备内底得到提升，得到扩展，所以咱才会当凡事感谢上帝，用感谢的心来服侍甲生活。亲爱的兄弟，请容我分享一段故事。其实，牧师伫读册的过程，袂感觉真困难，因为我毋是一个真聪明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好奇、爱学习的人，我足爱学新的物仔，所以我伫学习内底有新的物仔通学，拢感觉真趣味。但是我的挑战是，伫我结婚生囝了后，我的小儿子是一个足特别的，我叫非典型另类小孩，所以自细汉就互我袂当理解。伊毋是戆，但是伊脑袋的结构到起码用要20岁，还是妈妈心中极大的谜。伊学习的过程毋是咱一般的方式，但是伊嘛学会 A 就对啦。但是我有几若摆甲警照知识，伊是咱做资深的主日学老师，在讲着阮兜的细汉的后生，我感觉足特别。伊的目睭会闪闪是有光，伊面有笑容，所以我知伊真正疼这个囡仔。伊感觉伊真古锥真趣味，虽然毋是一般的古锥甲一般的趣味，是特别的古锥甲另类的趣味。我感觉伊会欣赏伊，这足无简单的呢。所以我就感觉真感动，因为我看见伊目睭内底的光，我看见伊真正疼这个囡仔。亲爱兄弟，敢毋是安尼？咱的基督教教育对幼儿的教育开始，直到因长大，甚至到因年老，拢也伫受装备。有当时咱伫因细汉的时阵，会感觉哎呀，哪会遮困难？这个囡仔哦，敢若会晓甲卫生纸对厕所的窗户甲牵出去。大概老师伫头前讲甲安尼声嘶力竭，伊伫后壁困甲会糊，领，这怎样教？但是上帝相信咱，上帝嘛相信因，咱嘛相信因的时阵，就毋知影倒一工伫上帝做工的时阵，因的大汉。因的更新，因的扩展，然后成做教会的牛条，甲教会的未来。亲爱的兄弟，请咱爱会记哩，永远保持会当听的耳甲受教的心。请咱永远拢爱好奇，所以咱会当好好学习。请咱永远拢爱有迄款起初的听。甲起初的热情，甲起初迄个愿意信靠甲顺服的生命态度，就咱会当一生，无论经过偌尼啊侪人生的路站，无论服侍偌尼啊侪所在，甲偌尼啊侪服侍迄个积分，咱拢会当真正顺服伫主，透过伊的带领甲保守，咱会当超过咱的想象。也当做工伫咱的生命，超过咱的想象，互咱有一天，毋是干那对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分享来得到长大，也伫咱的分享生命内底，亲像圣餐共款，诚做饼甲杯，诚做分享的人，来利益伫别人的生命内底。若咱愿意安尼做，就会亲像主耶稣所讲的，咱听伊的教示，搁去行，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将厝起伫石盘顶，大水来，风吹，落雨，厝袂冲无去，因为厝是起伫耶稣基督真理的石盘顶。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伫阮的生命内底，阮经历遐尔啊侪好的老师辅导伫阮的生命中间，伊遐尔啊听阮，遐尔啊欣赏阮，遐尔啊相信阮，甚至伫阮无法度相信家己的时阵，阮为安尼献上感恩。所以，阮来祝福所有遐听主佮听人的老师佮辅导，愿你加倍。加添因的快乐甲智慧，伫
伫教导人的路上，也互因甲因的全家得到加倍福分。主啊，阮也为家己祈祷，互阮一生真做谦卑受教的人，也真做怎样听就怎样顺服，搁怎样服侍的人，来互你的心得到欢喜。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同齐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所要吟的是新圣诗369首，超过阮的想象，请大家起立来吟。献诗咱今晚要请儿童主日学各小组的小朋友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第一首是十条街，第二首献予你的歌。
国小组献诗以外，还有较细汉的幼儿组哈。幼儿组嘛要来献诗，因有要唱2条诗歌，第一首是有耶稣无惊吓，第二首耶稣听我知明。
拄则用普仔声来鼓励因，也将阳光归予上帝。看到这个世界，咱就感觉讲，上帝的未来是真有愿望啊！即摆大家准备心来奉献。起立来祈祷，主啊，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赏赐。阮将其中的一部分奉献予你，成做圣工的路用，求你来祝福接纳。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将请坐，咱即马来关心教会事工。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伫咱第3场的礼拜中有安排儿童合唱团以及主日学的小朋友来献诗。并且有赵玉安、严宇凡甲邱云杰小朋友来参与读经启用的服侍，呼吁大家共同为着教会的主日学教育来温度培育灵性形成以及生命教育事工关心带导
甲奉献，也鼓励兄弟姊妹踊跃参与主要的教育的事工。第二项是牛埔庄讲义所的这个工作吼，时间是今仔日下晡1点到3点，伫10楼的礼拜堂。讲师是黄月水老师。请大家注意吼，用餐的时间是这场礼拜线到12点30中间这个时间。最后领餐的时间是12点25。报告以上。接下来咱要请蔡牧师来颁发奖学金。咱要来颁发这期的奖学金。请迄个遮个要领奖的遮个学生遮个细囝拢来到头前首先，咱请一个代表就是5年级要升6年级的这个严宇凡同学来代表因领这个奖学金。咱做伙来替这个细囝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将即群细囝放伫阮的中间，互阮毋简单学习。阮知伊是你所赏赐阮的礼物，也是双年教会的未来。所以，阮对因的心上也有负责有教育的责任。恳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时代。拢会当将这个事实当作阮家己的囡仔，照顾因、保守因，互因长大，将来要成做你所重用的器具。主，阮将因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保守看顾因，无论伫学校、伫家庭、伫教会，拢会当得到你的看顾，甲老师同学会当保持好的关系，甲厝内底的亲人也当保持好的关系，特别因伫教会中间会当领受品格信仰的教育，互因成长的过程中间充满上帝所赏赐的恩典。阮将伊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照顾保守。阮上时也将教会中间参与教育的主流老师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个鼓掌来鼓励一下好，下去。咱接续要请刘牧师来欢迎来宾，以及做牧养的代祷。伫遮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摆伫中间做伙敬拜上帝的新朋友甲兄弟吼。第一位是邓玉渊，伊是丰原的朋友吼，甲伊的囝是陈建生弟兄，伫遮。
甲你欢迎吼，请坐。第二位是一对夫妇，是曹昌盛跟杨淑芬，因是王世伟的朋友。咱的所在，欢迎，请坐。第三位是陈雨桐，伊是陈爱咪的朋友。欢迎，再来是吕许忠吼，伊无来过双连，伊想要入捌教会，所以咱来特别甲伊欢迎吕许忠。好，再来是叶明泰，伊是洛杉矶大学教会返来台湾来探亲的兄弟。抑阁有第一摆伫中间做伙敬拜上帝，新朋友也是兄弟仔无？若无，咱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阁一摆来向你求讨，就阮中间若有失丧亲人的，你就来安慰；若身体欠安的，你就来医治；若心灵软弱丧凶的，你就互因得着饱，因为你安尼讲。既若亲近你的，你就亲近伊。主也互教会阁来2个多月，进入圣诞节报道季的过程，互阮会当真做福音的使者，分享福音的好处，互更较侪人因为阮心内得到饱足，心灵得到点导，性命得到改变。安尼祈祷，拢互是奉靠者所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三个来唱所要变的诗，圣诗509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来吟。咱做伙来领受祝福，愿恁平平安安转去，因为恁的敬拜上帝要接纳。愿恁真做渐渐成熟的基督徒，伫受装备的内底，生命得到更新、改变甲扩展。也愿恁分享所得的，互一切需要人。愿恁安尼行的时阵，天父上帝的慈悲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以及基督耶稣搁活的道开来，甲恁三甲对地，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灭岛社温，强受切恳。